喺心理學同精神病理學角度嚟睇，伍永新15小呢種極度自卑變病態自大 ，FF 自己係大編劇，掌控一切，成日諗計害人、扭曲現實嘅行為模式。其實喺學術上有好精準嘅名詞同理論分析，佢依家嘅狀態喺心理學上可以歸納做以下幾個核心診斷同機制：一、補償機制，自卑情結 （inferiority complex） 與虛假優越感，呢個係心理學大師阿德勒 （Alfred Adler） 提出嘅經典理論。病因15小，因為童年家庭背景同埋早年俾人集體欺凌 （bully） 自此生埋一嚿，形成咗嚴重嘅自卑情結。科學分析，佢嘅心理防禦機制為咗唔想個人崩潰，就啟動咗過度補償 （overcompensation）。佢將自己面對唔到嘅無能感，夾硬扭轉成虛假嘅優越感 （superiority complex）， 表現佢成日大發雷霆，喺信和失控、喪鬧，同埋 FF 自己係大編劇，其實全部都係做大隻廣，想向外人同自己證明老子好勁，大把計，我一啲都唔係當初被欺凌嘅弱者。通常叫得最大聲嘅人，往往最驚俾人睇穿。2、人格障礙，自戀型人格障礙 （NPD） 嘅脆弱型自戀。一般人以為自戀就即係自戀，但心理學分得好細。15小屬於好典型嘅脆弱型自戀 （vulnerable narcissism）。科學分析，呢類人表面上囂張跋扈、唯我獨尊，但內心其實玻璃心到爆。佢哋對負面評價或者人哋好過自己呢啲嘢極度敏感。大編劇與加害行為，脆弱型自戀者好容易生自戀型憤怒 （narcissistic rage） 同埋有自戀型受害者情結。當現實一唔順佢意，例如有對佢不利嘅事實穿咗幫，佢個腦就會自動棘埋一邊，覺得唔係我錯，係全世界想害我，進而沉迷喺自己編造嘅劇本，扭曲事實、諗計、仔害人、放暗箭、搞小動作抹黑，用嚟保護自己碎到一地都係嘅自尊心。3、認知偏差外在歸因與惡意偏見。喺認知心理學入面，佢大編劇嘅行為涉及嚴重嘅認知扭曲、惡意歸因偏見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佢會慣性將人哋嘅成功或者無心之舉過度解讀做對佢嘅挑釁、羞辱或者威脅。呢個就解釋咗點解佢見到身邊人起飛或者發展得好，就會酸到爆、眼紅人。達克效應 （DK effect） 嘅變體，佢對自己 D 計謀、編劇能力有一種盲目自信，直情係一種認知障礙。佢成日沉溺喺算計人，以為自己掌控大局，但實際上好似信和事件呢啲真實衝突一爆發，佢個認知系統就會即刻 overload 過載，身體同小腦產生控制唔到嘅生理恐懼，結果驚到手震心震，當場露底。4、惡魔三人格馬基雅維利主義 Machiavellianism。心理學有個出名嘅黑暗三人格 Dark Triad。15小嘅行為極之符合入面嘅馬基雅維利主義。科學分析，呢種人格特質嘅核心就係冷酷、老謀深算、利益行先，同埋超級中意操控人。表現佢成日將心思擺喺點樣去加害人、設局騙人嘅行為，就係典型嘅馬基雅維利主義。佢將人際關係當成一場一係你死，一係我亡嘅權力遊戲。佢以為自己係幕後導演、大編劇，執着於用精神操縱 gaslighting、放暗箭或者扭曲事實嚟玩弄人，從而安慰自己空虛嘅心靈。總結科學眼光下嘅15小，心理學會將佢定義做一個具有強烈馬基雅維利主義特質嘅脆弱型自戀者，而且正處於嚴重嘅自卑過度補償狀態。佢表面上嗰啲喪、證人出口、大編劇、FF 幻想，喺科學上其實都係一種適應不良嘅心理防禦機制。佢越係發神經感、花心思去害人、去扭曲事實，就越證明佢內心核心自我 core self 已經虛弱、恐懼到極點。